Yo，what's up？大家好，我係 HP。咁今日喺 G 世代永恆裏邊同大家分享下呢個 SP 化駕駛員嘅新系統，以及係我會用啲乜嘢嘅基準去選擇呢啲 SP 化嘅先後次序。咁喺影片開始之前都同大家講聲，就係由於而家資源十分之短缺啦，所以大家可以將我嘅意見當為一個參考就好。最緊要係 SP 化到自己最中意同埋最適合自己嘅駕駛員。咁我哋事不宜遲嚟睇一睇今日嘅呢個角色列表。咁喺選擇呢個駕駛員嘅時候呢，我認為需要注意兩點嘅。第一點就係為咗遊戲平衡度嘅關係啦，我哋呢啲 SP 化駕駛員呢，我哋唔應該期待係佢嘅輸出啦同埋八值呢係可以完完全全咁超越一啲 UR 駕駛員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想將一個 SP 化駕駛員攞嚟駕駛一啲 UR 嘅機體呢，其實就唔係特別實際嘅，因為你原配嘅機師通常佢嘅八值啦同埋被動啦都係會比呢啲嘅駕駛員高，所以我哋應該集中去討論呢啲駕駛員嘅功能性啦，咁即係佢嘅技能啦，以及係佢可以駕駛到啲乜嘢嘅機體，就係佢嘅泛用性嘅。跟住我哋就要探討下啦，我哋會喺乜嘢嘅時候用到呢啲嘅 SP 駕駛員呢？咁遊戲咧就會分為三個大類嘅，呢個永恆之路啦、大師聯盟啦，以及係呢一個普通嘅一啲關卡，包括強敵來襲啊、事件關卡啊、map 嘅 event 啊等等。咁首先就係呢個永恆之路啦，我認為大家係唔需要去考慮永恆之路關卡嘅，因為呢而家所有嘅呢啲永恆之路有角色出擊限制呢，其實都唔係特別難嘅關卡，就算佢以後可能係出到可能呢啲 expert 嘅關卡啦，其實以現時嘅難度嚟講呢，甚至乎我哋攞全 SR 嘅一啲駕駛員冇 SP 化呢，其實佢嘅輸出呢都係夠打嘅。唯一爭少少嘅地方就係嗰個嘅命中率。咁而命中率呢個地方呢，你話要攞一啲 SP 化駕駛員嚟彌補呢，可能呢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睇緊咁，就唔係追求一啲數值高嘅駕駛員啦，而係去揾下成個系列裏邊最廢嘅駕駛員攞去嚟 SP 化，所以我哋係完全唔需要去睇話佢 SP 化完之後多咗啲乜嘢特別嘅技能㗎。所以我認為為咗永恆之路去特別去 SP 化一個駕駛員呢，係相當之唔值得㗎。咁第二就係大師聯盟啦，大師聯盟我認為只係出5部嘅機體，5個嘅駕駛員，我諗大家要攞5部嘅一啲 UR 駕駛員出嚟呢，都唔問題唔大。咁所以大師聯盟裏邊呢，大家都冇乜特別需要係去攞一啲 SP 化駕駛員嚟出嚟玩嘅。咁好啦，咁啊剩低就係一啲普通可能平時嘅關卡啦。咁喺呢啲關卡裏邊呢，我哋最主要嘅呢，就唔係需要佢哋嘅輸出能力啦，而係佢哋一啲被動啦，同埋佢嘅技能可以提供到有幾大嘅戰略價值嘅。好啦，我哋首先嚟睇一睇呢個耐久型嘅駕駛員啦。咁呢一兩個駕駛員其實我都係唔推薦大家嘅。係啦，我認為係現階段冇任何一個盾機嘅駕駛員係值得 SP 化嘅。咁第一個就係呢個阿魯列特啦，我哋見到，相信大家都有睇到佢嘅八值係相當之高啦，755點，再加上呢個超強勢嘅時候可以提升佢嘅手臂值30%，嚟到大概900幾點嚇，咁比一啲 UR 人員係更加高嘅。但係大家要留意啦，就係 UR 人員佢嘅防禦提升能力咧係20%嘅，喺防禦嘅時候，同埋佢嘅減傷嘅被動都係更加之高啦。同時間要注意就係呢一個嘅駕駛員佢係冇任何減傷嘅技能㗎，咁所以變咗呢，就係你可以當佢好似一個攻擊駕駛員咁，佢冇一個攻擊爆裂嘅呢個技能，但係就有一個八值提升嘅技能，咁即係話呢一個 MP 上升呢，就係佢嘅減傷技能啦，而佢嘅手臂值呢，就係喺開咗減傷技能之後先至係會有所提升。咁所以總括而言，呢一隻就係一個755點，雖然有一個相當唔錯嘅八值，但係佢就只係一個有單減傷技能同埋一個單防嘅駕駛員。咁喺呢個情況下，佢嘅功能性呢，其實就唔算特別大嘅。一個單防嘅駕駛員，可能一個 SSR 嘅單防駕駛員佢都有一啲減傷嘅技能啦，所以呢一隻駕駛員嘅優勢呢，就唔係真係咁特別嘅。好啦，咁一個完整嘅呢個盾機師呢，係有啲乜嘢需要具備呢？就係有一個雙防啦，以及係可能一啲減傷同埋一個回血嘅技能。咁但係呢，喺呢一個 SP 化駕駛員裏邊呢，我哋要雙防呢，就需要有10 SP 啦，
回血都係需要有10 SP 啦。所以我哋最充其量咧，只係揾到一啲可能傷防再加減傷，或者係回血再加減傷嘅技能。咁所以呢啲 SP 化駕駛員咧，喺佢哋嘅功能性上邊咧，係啦，就算升滿咗，可能有一個減傷同埋回血嘅技能咧，其實都只係相當一個可能比較強勁嘅 SSR 嘅駕駛員，咁就唔係特別話貼近得到呢個 UR 方面嘅戰略價值嘅。咁攻擊駕駛員，我認為比較突出嘅咧就有呢3個駕駛員。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呢個嘅卓卓啦，咁佢喺SP 化完之後呢，佢嘅格鬥值係嚟到呢個875，係非常非常之高嘅。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我哋喺 SP 化嘅時候呢，佢呢啲嘅特別被動啊，或者係呢啲嘅增傷嘅技能呢，都係唔會高得過一啲嘅 UR 駕駛員嘅，喺總體上嚟講。咁所以呢個卓卓嘅定位就有少少尷尬啦，因為佢係純輸出嘅一個駕駛員嚟嘅，佢比較有用嘅就係呢個高速嘅技能啦，移動力加1，咁喺某啲情況下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戰略價值係有所提升嘅。但係就因為佢主要都係靠呢個輸出嚟做一個亮點啦，所以呢，你只要抽到任何一個可能譬如話格鬥值比較高嘅攻擊駕駛員呢，已經係冇乜佢出場嘅份㗎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就係佢嘅白值主要係靠呢個格鬥值，而格鬥值佢嘅價值就相對於呢個嘅射擊值啦，以及係覺醒值呢，係較為低嘅。因為好多嘅格鬥機啦，佢嘅手都比較短，咁所以格鬥值嚟講呢，佢嘅泛用性呢，反而就比較低嘅。好啦，咁講完呢個嘅卓卓啦，咁講翻呢一個嘅尼爾。尼爾咧就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駕駛員嚟嘅，佢就覺醒值就797，跟住佢有呢個攻擊爆裂啦，同埋搖擺閃避。咁最重要咧就係呢個嘅搖擺閃避啦。喺好多時候咧，我哋嘅攻擊機係需要呢個衝鋒陷陣嘅。咁面對一啲比較難嘅關卡嘅時候啦，唔係隻隻嘅 UR 人員都有呢個搖擺閃避可以直接衝去敵人面前去開呢一個嘅閃避去安全做一個輸出嘅。咁所以佢呢個技能組合啦，不但係可以做到一個攻擊上面嘅提升啦，亦都同樣能夠做到呢一個嘅安全嘅輸出。咁所以喺功能性上邊呢，係相當之優秀㗎。咁佢嘅白值都係相當之唔錯。然後就係佢嘅契合度啦，契合度係扎多。咁扎多就呢一個標籤就比較稀有嘅，但係佢嘅技能上邊呢，佢嘅攻擊爆裂呢，就係可以彌補到呢樣嘢。咁相對於第3個我想講嘅駕駛員啦，就係呢一個嘅波雷啦。咁呢個波雷呢，佢嘅白值就同呢個尼爾係相當之類似啦，都係呢個覺醒值大概800左右。咁佢可以揸到好多呢一啲嘅有覺醒類能力嘅機體啦。跟住我哋睇一睇佢嘅技能，佢嘅技能就係呢個射程增幅同埋呢個閃避。咁閃避同樣地係好有戰略價值啦。射程呢，對於一個攻擊人員嚟講反而就冇咁有用嘅，因為你想做輸出呢，你就通常係貼面打，而你如果話想企喺一個安全範圍以外去做一個輸出呢，敵人可能會防禦，咁所以呢，佢嘅傷害就會減低。但係佢嘅呢個契合度啦，咁新自護上面就比較多一啲 SSR 嘅機體係都可以用到嘅。咁所以你話佢同尼爾呢兩個駕駛員中間呢，我係認為尼爾比較值得去進行呢個 SP 化，因為佢嘅呢個增傷嘅技能啦，令到佢相比起呢個波雷呢係更加之泛用嘅。咁呢個波雷呢，你要坐翻啲新自護嘅機體先至係比較能夠發揮到佢完整嘅性能啦。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啦，呢個 SP 化駕駛員呢，泛用性係比較重要，所以我自己呢，我就會選擇翻呢一個雷爾，比較推呢個雷爾作為呢個嘅 SP 化攻擊駕駛員。波雷就大家見仁見智啦，我認為都唔差嘅。咁跟住最尾嚟到呢個支援型駕駛員啦，咁相信大家都見到啦，我係用咗呢一個嘅 Lock On。已經 SP 化咗佢嚟上呢個100級嘅。咁我哋嚟睇一睇佢嘅呢啲技能啦。咁佢有呢個射程增幅，以及係呢個支援攻擊次數增加嘅。對於一個支援人員嚟講呢，佢好緊要就係呢個攻擊落一啲 debuff 嘅次數。咁落 debuff 嘅次數呢，我哋係可以通過幾個技能嚟做到。第一就當然係最直觀嘅增加呢一個支援攻擊次數啦。第二就係有搖擺閃避，咁搖擺閃避就可以令到你直接企入對方嘅攻擊範圍裏邊，安全咁去做一個輸出。第三就係呢一個嘅射程增加，咁射程增加你就係企喺對面攻擊範圍以外，
去做一個落嘅 debuff 嘅手段嘅。咁而呢個 lock on 咧，佢有呢個支援次數增加，同埋呢個嘅射程增幅。換而言之咧，你就可以喺第一回合嗰度企入對方嘅攻擊範圍，進行2次嘅援助攻擊。然之後喺第2回合咧，就進行1次嘅援助攻擊之後，就開啟呢一個嘅射程增幅，就企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做一個嘅 debuff。喺採用呢個手段嘅情況下啦，佢基本上係可以做到一個2回合裏邊同一個 UR 嘅支援人員相類似嘅一個效果喺度，都可以落到2次嘅 debuff， 仲係安全嘅情況底下，咁喺戰略上面就係非常之有價值啦，同埋作為一個 UR 人員嘅替補係非常之優秀嘅。更何況佢最高嘅8值係呢個射擊值，咁射擊值就代表住佢可以揸到好多唔同嘅機體，都可以充分咁利用到佢哋呢啲射擊嘅武裝啦，或者一啲 map 嘅輸出啦，好多都係依靠呢個射擊嘅8值嘅，同埋好多嘅量產機呢，佢都係一啲比較普通嘅一啲射擊嘅武裝啦，咁所以呢，你攞 lock on 呢係可以攞嚟揸好多嘅量產機，令到你嘅呢個玩法呢亦都更加之豐富㗎。而佢最尾嘅能力呢，佢嘅契合度係呢個嘅天人啦。咁天人暫時呢就唔算特別多呢啲嘅機體嘅，但係呢，由於呢個00都算係一個世界觀比較完整嘅系列啦，所以大家都可以有所期待，就係佢未來會出好多唔同嘅呢啲機體嚇，咁所以佢都係會值得俾呢一個嘅 lock on 去揸嘅。咁但係啦，呢個嘅契合度呢，我自己個人就覺得係特別有用啦。咁因為就算係一啲 UR 人員啦，我換成嘅情況下呢，都唔會話特別去睇呢個契合度嘅。咁所以呢，呢個就唔算係特別有影響。好啦，咁我哋講完呢個 lock on 啊，咁仲有啲乜嘢嘅呢啲支援人員係比較適合 SP 化嘅呢？咁呢個利迪呢，佢嘅技能呢就同 lock on 一樣，都有呢個射程增幅啦，同埋攻擊次數增加。但係佢嘅8值相對上就冇咁高啦，同埋佢最高嘅8值呢就係呢個格鬥值啦。頭先都講過啦，格鬥值個泛用性就唔係咁高嘅。咁所以我認為呢，如果真係要 SP 化呢，都係唔需要去考慮呢個利迪，但係佢功能性上面係有喺度嘅。跟住第二個我比較會推介嘅就係呢個阿寶嚇，咁元祖系列嘅阿寶呢，佢喺強化到最盡有呢一個大概係700點嘅覺醒值啦，跟住同埋606點嘅射擊值，咁啊算中規中矩，但係佢嘅技能都有相當之實用嘅閃避啦，以及係射程增幅。咁頭先就講過啦，閃避都算係可以提升佢一個回合嘅呢一個攻擊次數嘅，咁射程增幅同樣地都係，咁所以喺功能性上邊都係相當之唔錯啦。咁唯一可惜就係佢呢個覺醒值係高過呢個射擊值啦，所以佢可能都係適合揸翻一啲有特殊武裝嘅機體嘅。跟住最後都有2個認為可以考慮嘅駕駛員啦，但係我自己就唔係特別推嘅，就係呢個阿寶嚇 Zeta 嘅阿寶，咁佢強化完之後就有接近700點嘅覺醒值，但係佢同樣地係擁有呢個搖擺閃避嘅技能，咁係相當之唔錯嘅，攻擊爆裂都可以稍為彌補到佢呢個比較低嘅8值，咁但係因為佢係一個支援人員啦，所以其實輸出上邊呢反而係唔算係特別有用嘅。跟住最尾就係呢個馬莎啦，同樣地佢嘅技能組合都係㗎啦，攻擊爆裂再加搖擺閃避，呢2個都係十分之實用嘅技能。佢嘅覺醒值呢就有631點，咁啊稍為低少少嘅，但係佢就係有翻呢個新自護嘅契合度啦，咁都算係可以話係泛用少少。咁啊總括嚟講，我都係比較推呢個嘅 lock on 啦，同埋呢個元祖系列嘅阿寶。咁我嚟到呢個位置，我就總結翻，就係我自己比較推薦 SP 化嘅呢，就係呢4隻嘅駕駛員啦。原因就係佢嘅功能性上邊啦，係可以做到一啲 UR 人員嘅替補啦。如果你抽到任何嘅一啲 UR 駕駛員呢，基本上佢嘅8值呢已經係能夠係比任何嘅呢啲 SP 化駕駛員咧係更加之優秀噶。但係呢，你話你特別要去追某啲嘅技能，比如話呢個支援系列嘅搖擺閃避啦，咁可能就淨係得1-2隻嘅 UR 駕駛員咧係有呢啲技能，咁所以我就會用呢樣嘢咧作為我 SP 化呢個駕駛員優先度嘅基準啦。好啦，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告一段落啦。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不妨喺下邊留個言，俾個 like。如果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G 世代永恆嘅攻略嘅話，可以 follow 我嘅 channel。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